黃金滴滴內腳鉑金維修，佩戴時間耐咗，錶帶同錶殼接駁位由於不斷摩擦出現咗磨損，導致內腳一部分被磨蝕變成外八嘅情況。錶身滿布不同程度嘅花痕，另一邊錶腳亦有明顯磨蝕變外八，反轉隻錶更容易睇到錶腳已經磨到變尖咗。最嚴重嘅磨蝕位主要集中喺兩隻左邊對腳，嚟緊要先做鉑金填充後再打磨。狗牙圈有一點撞崩，啲下都幾嚴重，幾乎肉眼都可以清晰咁見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依家係整完內腳嘅效果，磨蝕位置經過鉑金填充之後已經修復。由於崩得多同埋範圍大，鉑金過程需要多次重複，直到肉眼睇唔到沙窿同埋瑕疵為止。全錶翻新後，將表面嘅氧化變黃清理咗，依家恢復翻原先18K 金嘅顏色。四腳 size 對稱，冇大細腳。內腳鉑金後再經過人手修理，冇任何披風同高低不平嘅情況。順滑嘅內腳可以令錶帶正常絲滑咁安裝入錶頭，避免刮花。底蓋嘅原裝打磨，鋼身位係直邊，冇任何圓潤嘅元素，咁要跟翻原裝咁做。錶腳底面有3個 logo，喺打磨後要完整保留，盡可能唔好磨淺佢哋。